好啦，等我同大家輕鬆講下呢隻2650智達科技，等你可以清清楚楚決定抽唔抽呢手 IPO。佢做咩㗎？即係電動車時代嘅水電師傅。想象下，而家個個都買電動車，但係部車買翻嚟要叉電㗎嘛。智達科技就係賣家用充電樁嘅公司，即係你停車場安裝個充電箱。佢最大賣點係中國家用充電樁銷量一哥，即係最多人用佢個產品。點解咁巴閉？因為佢同比亞迪、特斯拉、蔚來等等大車廠合作，你買車時跟車或者推薦用嘅充電樁就係佢做㗎。唔止賣硬件，佢仲有個雲端平台同全中國安裝團隊，即係包安裝、包售後，成個服務幾完整。二、行業環境個餅係大嘅，但搶食嘅人多。好消息，電動車係大趨勢，有車就要充電，個市場實會越嚟越大，絕對係一個黃金賽道。壞消息，呢個行業競爭激到癲，個個都嚟分一杯羹，由國際大公司到車廠自己都做，結果就不斷割喉式減價，賺錢越嚟越難。32650值唔值得抽？係靚女，但身體有啲弱。點解覺得佢靚？一阿媽舊照，比亞迪有份做佢股東，大佬照住，啲訂單自然有保證。二龍頭光環話晒都係銷量第一。三個故事好聽，佢話會用集翻嚟嘅錢去外國發展同研發新產品，個藍圖幾靚，但係身體有啲弱，風險所在。一最致命傷，一路蝕錢，越蝕越多。舊年營收仲要跌咗，但係虧損就由幾千萬爆上2.4億銀人民幣，即係話佢賣得多，未必賺得多，可能仲要貼錢。而無基石投資者護航。呢樣好重要，即係冇大機構願意鎖住貨撐住個價，通常冇基石，即係專業投資者都覺得貴或者有啲危，咁上市後個價可以 chok 得好犀利，好易潛水跌穿招股價。總結，俾個貼地建議你，如果你係進取型，可以抽下佢概念好，留意超額認購倍數，超額好多倍就抽多啲。如果你係穩陣派，建議你睇定啲先。等佢上市後出多一兩份業績，睇下佢係咪真係能夠扭虧為盈，收入係咪真係可以重新增長，到時先再考慮都未遲。寧願賺少啲都好過一入場就坐貨。一句講晒，間公司個故事係好，但盤數唔靚仔，其而家衝入去，不如等佢交出成績表，證明到自己係真實力派先再上車。以上分析只係吹水分享，唔係投資建議。仲有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同埋 like 我哋條片啊！